啥物人就会甲咱讲解道理。不管是用嘴讲出来也好，或者是本册所写的文字也好，迄拢是一个工，叫做是文字发展。文字发展啊，当咱今收到如果若是无通通经由着这文字发展，透过关照的话，啊那呢，咱讲要直接切到这字母条理的这上的这文字，思想的问题有没有可能？根本都无可能。重点讲咱8月14号，去考大专的会考，所有经典都互咱背下啦。咱只是一个啥？咱讲的啊，只是一个拿来念经的一个词语啊。咱咱就作为来说，咧甲伊个新回讲啊，讲伊是将规到尾只是一个理解总图的啊，将解到是啊，咧解经文，用这经文的意思来解到较好势。但是这种本意，伊并无法度安尼真正体会。所以有成讲啊，这个故事伊安尼讲吼，就惊惊。啊，这老爸拢咧做菜，我做菜刚做到，但是吼，已经老啊，拢老来体育了吼。啊，平常时有老有传囝出去吼，啊出去加了放我工我可以啦。但是吼，咱袂出师啦，我刚好，这爸爸就甲伊囝讲啊，讲囝，我这个体育啊吼，啊你将来个继承我这个遗传啦，啊今日吼，我就要带你出来。来到这，咱要来共偷骗物件，吼，啊来一边考验，偷骗物件，来看你感官嘛吼，我来带，看伊做考验，考验。啊，我当日啊，当教育已经做了吼，伊爸爸囝讲啊，讲今日成绩，我对后边来，你囝做了后，老爸吼开始管，也惨哦，也惨哦，咱个情况呢，伊老爸是甲阮伫咧做菜，啊，竟然伊囝就去做菜，伊咧看了菜啊，哦，这个吼，这个时阵哦，伊囝内底惊了，有这什么老爸啊？伊看什么做菜都看了菜，有看你立个蛋，立个汤出来内底，啊，当然啦，主人囝就了会较顺啊，比较顺呢，来看，无看着啦，但是啊，伊内底我当注意啊，所以就加啊。加一鸟声啊，喵喵，哦，加一成啊，加一成哦，哇，这主人看，有啥物来讲？你是啊，老友，安尼就顺利怎？就得出来啊，得出来。得去了后，有囝就开始指示因老爸咧，讲啊，你是要教无意思咧，讲要去做菜后头去挂凉菜，哦，咱爸爸就安怎讲咧？从今开始，你已经出世，你咱家己就赶紧偷骗物件。哎，我为虾米要讲这个故事？我当时咧甲咱讲，咱若要做头路，咱请咱应该不是啊。其实这是一个公案，伊这是咧甲咱讲啥物？讲咱今日咧修道，如果若准无法度通好将着咱所学的物件、所学的这个知识、所学的经典，甲伊落实的话，咱我讲爱有行，哦，行的伊就是伊就咱就是行啊。啊，文字爱透过关照，爱落实在生活当中。啊，若无安尼话，安尼话啊，只是一种啥？一种理解，文字解。文字也是借互咱一种状态，啊，所以咧，咱就作为来说，其实在这个大经内底，有时阵互咱看起，咱是着，啊，阵无法度去深入的，咱是哦，这咱是画教育画当中，到底是对哪东西？但实际上咧，人伊甲咱讲的，实在是普普通通的心态，不要互咱吸收，不要互咱吸收，只是讲咱就作为来说，伊这个法。伊这个甲款是一个法嘛，伊这个法是无甲咱拘束讲，咱咧修道一定爱在某一个所在啊，因为咱只咱拢会安尼啊，咱拢有一个实情，就是讲，咱在某一个所在，还是咧修道，在某一个所在，就我安怎咱家己放松，当然咱袂讲无咧修道，但是这种咱就讲放松去，就咱进入当时吼。咱就作为来说，有依照规模经济意思。
下一路讲啦，因为下一路实际上伊在即个骨个时代地处内底，伊拢一个修行骨仔是非常好个啦。但是拢伊就是若修，伊拢去坐当即个树下内底，伊遐咧修炼啦，伊遐咧坐禅啦。为啥物下一路会安尼？因为讲迄个所在会好静。我只有在迄个所在，我较有人修。若讲我要找别个所在呢，别个所在差，我无来。所以当时下就甲即个当时即个佛教技术甲下讲啊，讲你坐伫这所在，毋是叫做伫修道啦，你咧修道里对搭，来伫到一个所在，讲行诸神通，介绍伫咧修啦。所以讲行也禅，坐也禅，以默动静，悉皆禅。所以咱要做嘅来修，就是讲，伊毋是叫咱卖修，伊是叫咱将着咱所学的这法门，该用对搭，用在每一个所在，直接用着咱自然的本体来做为调整着咱人心性的一个源头，安尼。伊有一个本体，将着这本体抓来调整咱人的心情。所以处处要这样做。若无像咱讲不修这法嘛，咱就都应该讲较非常的清楚啦。所以咱今日爱了解一点，咱今所谓的自利心以及所谓自主人心，还是要修，还是要修。当时咱就做为大师，咱无做方面大师要办到伊讲解经，讲解即个金刚经，讲到尾啊，讲一切万，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即个应无所住而生而是互伊当当下大悟讲一切万法不离自性，伊就讲一句话啊，讲大家拢知影啦，我了明白讲何彼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彼自性本无情结，何彼自性本自无着，何彼自性本无动摇，何彼自性明心万法。伊即句话讲出来，伊是咱一个讲义来伊，又讲着咱所谓这些无，也是有啊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咱每一个人的自性内底，拢有伊了办法。这个就讲咱拢上，毋过。为虾米？咱既然主角应该是家讲叫做是啥物苦嘛？苦啊！为虾米咱拢是无咱家己是众生？事实上咱即摆是家己是众生无对啦。咱事实上咱是众生啊。为虾米自性本自无着，因何会显露出来？这原因到底有咩是啥？其实啊，咱大家拢知影，咱假使讲咱若是自性，若做有着的时阵。咱要是啥物法，咱拢法度咧。咱时常讲啊，所谓的五通着心肠通啦，下心通啦，上命通啦，甚至了所谓五道通，拢有无通啊。咱讲叫做心通啊。伊种咱大家拢知影讲的这说法，有所谓的通的法。咱若是有要说，咱拢知影。当咱说出来的时阵，咱就看若是咧讲出来，咧讲道理，当日咱在做这个内底，真正拢咧谈讲事内底真正。若是要去讲道理的时阵，真正，毋知甲各位先生有咧注意是哦，应该有啦。那我该注意啦但是我想你大部咧，拢该准备一下，然后太点太下事对无？讲较有就对啦。是老师讲无讲太简单，咱就叫咱讲3点钟。来各位先生，捌无？无准备哦，拢无准备，但是讲出来，毋是讲
所讲遐物件，遐法门，互咱听起来拢非常的重要。这到底是啥物原因？人生活习惯互人做干，咱是啥物法度？伊个法度，民主讲啊，不顺和人家不过去，但是讲因为个并不是，到菜对差不多，咱是不是可以安尼做？要毋过另外一方面，原因是袂安。我讲一个故事来跟咱做参考的吼，拢是这个清朝末年，清朝末年的时候，这个翰林学书就是啥技巧的。技巧啊，咱知影啦吼。翰林学书，咱其实咱即摆这个教育部长共款，吼，所以考得真棒，学问很好。长，现在成长，吼、我先讲一个，伊细汉时阵的典故啦。伊讲有一摆吼，伊是较细汉时阵，在5、6岁时阵咯，后面个囡仔看见路边咧坐，即阵吼，伫遐耍球啦。当然咱囡仔就去路边耍球啦，比如讲生态所在，无什么车坐落，大家有车，无啦，只有上计一个车，大部分拢用哪个跟来跟桥的啦吼。你喺耍拄好有个太守吼，咧顺便讲经过迄个所在，经过吼，迄个囡仔耍啊无少。